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2月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的局势。中东的战火火药味刚刚浓烈到极限。特朗普又一次展现了他那让人琢磨不透的交易艺术。就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几乎就要贴到伊朗家门口，甚至连以色列都准备好导弹坐标的时候特朗普却突然在福克斯新闻上放风说伊朗正跟我们谈呢，说不定能达成协议，这样就不用打仗了。当地时间2月1号，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回答记者有关伊朗问题。记者问特朗普他说关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今天表示美国的袭击可能引发地区战争，你对此有何回应？特朗普说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他当然会这么说，我们在那里部署了世界上最大最强的舰艇，而且距离很近，这几天我们希望能达成协议。如果我们不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哈梅内伊的说法是否正确了。依然是一副猫捉老鼠的样子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对吧？这种心理上的状态的这种差异不言而喻。一个是挨打，是等着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什么时候斩下来，对吧？一个是决定斩还是不斩，什么时候斩，怎么斩。也就是说，一个在主动，一个在被动，一个是等着被动挨打，一个是在各种路径各种方案之间做权衡选择。俗话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特朗普就是刀那伊朗显然伊朗这个神棍政权就是鱼肉。特朗普说这次行动将是史无前例的，并强调这一次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大家可以看视频On Iran, the Supreme Leader today said that U.S. attack could spark a regional war. Do you have any response to that? Why wouldn't he say that? Of course you're going to say that. But we have the biggest, most powerful ships in the world over there, very close, a couple of days. And hopefully we'll make a deal. If we don't make a deal, then we'll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he was right. اما در مقابل اون کسی که طمع داشته باشه حمله به خود بکنه، اذیت بکنه، ملت ایران مشت محکمی به او خواهد زد. البته این را هم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دونن که اگر این دفعه جنگی را بندازن، این جنگ منطقه‌ای خواهد بود.这个央视新闻报道说，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月1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会见大批民众时向美国发出严正警告。他表示，美国人应当清楚，如果他们挑起战争，这一次将不再是局限于一地的冲突，而将是一场全地区性的战争。我将这个环节比喻成拳击手正式比赛之前叫对视环节，互相飙各种狠话。哈梅内伊驳斥了美国的军事威胁，称伊朗不会被美国的军舰或言辞吓到。他警告说伊朗虽然不寻求冲突，但会对任何侵略行为予以强力回应。这个哈梅内伊从这个地堡里出来之后立马就给伊朗的这个群众运动做了定性哈梅内伊说，近期骚乱是失败的政变企图。据伊朗 SNN 通讯社援引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话报道说，近期骚乱具有政变性质，这场政变已被粉碎。哈梅内伊同时指出已获得情报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摩萨德在伊朗近期抗议活动中动用了全部资源。哈梅内伊通过官方的电报频道发表声明称，我已获悉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官员曾告知伊朗方面，在伊朗局势发展中，中情局与摩萨德已动用其所有能力。哈梅内伊
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啊，终于将本来的伊朗国内的民生问题啊，由于这个12月底啊，本国里拉尔这个货币啊严重贬值，现在是160万里拉尔兑$1，老百姓已经民不聊生啊，无法活下去。而上街啊表达不满，终于啊，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啊，领袖哈梅内伊把这个锅啊成功的转移到美国人身上，一切都是美国人的阴谋，一切责任在美方。伊朗当局指责美国和以色列策划骚乱，并于1月12日宣布局势已得到控制。这个哈梅内伊啊还用2个字概括了美伊危机的根源。哈梅内伊阐明啊，说问题的核心在于美国企图吞噬伊朗，而伊朗人民及其政府正全力阻挠这一计划的实现。我在想啊，哈梅内伊这个狠话呀，实际上是说给伊朗国内的盘判们听的，他不是给特朗普听的。所以当记者问特朗普啊，说哈梅内伊啊那样说你有什么想法？那特朗普说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因为他是对伊朗国内的盘判们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看看伊朗的这个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是怎么说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啊，他说啊，我不担心战争，我担心的是误判。我认为特朗普足够明智，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们已经失去了对美国作为谈判伙伴的信任。这个阿拉格齐这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伊朗啊迟早是要挨揍的，这个神棍政权啊，我们就是担心啊，这个揍的冤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没想跟你硬顶啊，硬怼硬刚，结果你们以为我在硬刚，把我们打一顿，太冤了。就是我们说这些狠话啊，是给国内的盘判们听的，不是给特朗普听的，也不是给美国人听的，对吧？你特朗普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哈梅内伊说这些话，你就来硬的，发生误判。所以这个伊朗国内啊，各种骚操作就开始了，都是演给伊朗国内的盘判们看的。首先啊，根据报道，这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的啊，说伊朗伊斯兰议会公开会议上响起美国去死、犹太复国主义去死等口号。据报道，伊朗议会议员于周日身着伊斯兰革命卫队制服，以此回应欧盟将其列为恐怖组织的决定。作为反制，伊朗已将部分欧洲国家军队列入恐怖组织。什么意思呢？这个伊朗的伊斯兰议会啊，开会开着情绪到了啊，达到一个高潮，然后这些议员们呢，情不自禁的站起来，他们身着这个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种军装啊，情绪激动啊，站起来说美国去死，犹太复国主义去死，开始狂喊口号。情绪到了啊，然后这个伊朗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啊，立马宣布啊，伊朗议会将欧盟成员国武装部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卡利巴夫的话说啊，根据应对行动法第7条，鉴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被欧盟啊列为恐怖组织，欧洲国家武装部队也被视为恐怖组织，由此产生的后果将由欧盟承担。也就是欧盟啊，你们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那我把欧洲所有国家，比如说法国的军队、德国的军队、意大利的军队，统统啊也列为恐怖组织。周四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宣布，欧盟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此外，欧盟对15名伊朗安全和司法部门官员实施了制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欧盟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错误，他认为欧洲在火上浇油，加剧危机。德国总理莫尔茨发表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言论后，伊朗外交部召见了德国驻伊大使迪特曼。莫尔茨抱怨说欧盟中有些国家不愿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并指出柏林希望最大程度对德黑兰施压。莫尔茨早就说了伊朗的神棍政权坚持不了一段时间了。我跟这个莫尔茨的看法是一样的。为什么伊朗这次对欧盟把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这么生气暴跳如雷？咱们在以前节目说了，这个本来欧盟对伊朗还是有点半推半就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他没有特朗普那么绝情，甚至给这个伊朗谈判的大门都是打开的。不能不说伊朗的神棍政权做出了误判，也就是在特朗普的高压之下，这个神棍政权就乱来，那就导致什么呢？导致欧盟彻底跟伊朗决裂。你说他这个时候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他以前为什么不列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在舆论上面这个欧盟好像这个白左的言论比较吃香，就是政治正确那政治正确这边，他就是相当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已经把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这个给那个站在道德洼地的这个特朗普那他就没有任何压力了。他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动手，不就找
找到了合法性吗？对吧？本来欧洲这些白左，对吧？这些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动不动就批评特朗普啊。这回好了，你们把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那我反恐没毛病，天经地义。所以说啊，就为特朗普啊打击伊朗的神棍政权是不是铺平了道路？大家还记得吧？特朗普打击委内瑞拉抓这个马杜罗之前，是不是也搞了一整套的动作，对吧？也宣布这个马杜罗这个政权是恐怖组织，贩毒贩，对吧？我打毒贩天经地义。这个就叫咱们按中国的老话说啊，叫师出有名。你这是王师啊，对吧？你打这个伊朗，你对伊朗神棍政权下手，你得有合法的借口啊。现在好了，对吧？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这个欧洲啊，给特朗普铺平了道路。虽然这个道路对特朗普来说不重要啊，所以这下就好了。伊朗的神棍政权成功的站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对立面。本来这个欧洲还能帮他一下，至少不会跟特朗普一起来为难这个伊朗。现在好了，成功的把敌人搞得越来越多啊，把朋友搞得就剩下正义联盟大哥，对吧？还有二哥，这二哥不着调啊，这还没完啊。这个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啊，欧盟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恐怖组织的行为极不负责任，是在美国和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卡利巴夫表示啊，这一类压力只会加强伊朗社会团结以及公众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支持。哪有老百姓支持在自己身上搞一个吸血虫啊？这个违反常识嘛。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继续壮大。伊朗老百姓嫌自己身上的枷锁还少了一点。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机体都不希望身上出现寄生虫啊。伊朗情报部声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处于打击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国家恐怖主义的最前线。不过啊，伊朗也并非全是口炮啊，手上动作也还是有的。伊朗的海军啊抢先宣布在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演习，对吧？划出一个区域，这个也是秀肌肉啊，展现自己的这个力量。这次伊朗这个演习的这个主角是排水量42000吨的沙希德巴盖里号航母充当主力。不过伊朗这次还是做给国内盘盘们看的。为什么呢？他只封锁了伊朗一侧的海峡，原来海峡他那主航道中间他只封伊朗这一侧，那一侧他不敢封，对吧？既要做到这种动作有这个意思，但又不能真的影响霍尔木斯海峡的航行。所以说你看伊朗不容易既要在国内的盘盘们面前表现强硬，又不能真的得罪特朗普，让美国误判。所以说明伊朗确实实力不足，也不敢和美国把关系搞得太僵。而同时这个以色列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正在等待火花来触发打击，决定已经做出，打击一定会发生，唯一的问题是何时发生。所以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不停的喊话他这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也就怕这个美国人误判，那打了就是白打呀。所以说阿拉格齐赶紧喊话说，我们不要谈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会错过达成一项公平平等协议的机会，该协议将确保没有核武器，正如我所说，这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可以实现的。他指出，就是阿拉格齐赶紧开大音量，开始向美国喊话这你不就是不让我搞核武器吗？没毛病我这个咱们赶紧来达成一个公平平等的协议的机会，这个协议里面就没有核武器。显然伊朗人在这一块过于幼稚了。特朗普这一次一定会做得很绝，已经不是说要求伊朗没有核武器，这核武器这东西容易，现在特朗普要求的是伊朗没有拥有核武器的能力，而不是不拥有核武器。这个我举个例子就好比这个太监呢，那古代对吧？过去为什么把这个在后宫干活的那些男的一定要阉了呢？对吧？这一太监他可以签个协议他说我保证不乱来，有用吗？对吧？那皇帝他不相信你保证你承诺不乱来有什么用你有乱来的能力就等于乱来，对吧？你有谋反的能力你就等于谋反，不是说你有谋反的行为是你有造反政变的能力，你就是在造反，对吧？你有乱来的能力，你虽然没有乱来，那就是乱来。这么一说大家明白了，那特朗普要达到的或者以色列要达到的目的是你伊朗没有核能力。所以焦点在哪儿呢？焦点就是伊朗说我这个要搞点这个民用这个核设施我用人发电，你不让我弄吗？这回特朗普和以色列恐怕连这个也不让他弄了。伊朗你最好把核忘记吧，你要想搞核电，那有美
国或者以色列来帮你搞，或者西方国家帮你建核电厂，你自己不要有这能力，就这意思啊，彻底给他淹了。至于什么弹道导弹，对吧？远程打击能力，至于什么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这些都要一把去掉。如果去掉了这些，那你说伊朗的神棍政权，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伊朗的神棍政权，它的人设就是反美、反犹太复国主义。这回你不反了，它在国内的合法统治啊，这种合法性都没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吧？依附在伊朗人民身上，搜刮民脂民膏，垄断了伊朗国民经济，刮了那么多钱，理由是什么呢？理由还是要输出革命啊，搞什么抵抗之虎啊，反犹太复国主义，反美国霸权主义啊。如果这两个不反了，那你伊斯兰革命卫队是要干啥呢？那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所以说啊，我们看美国他也没闲着啊，就是特朗普一贯的做法，嘴上对吧，早上和晚上说的都不一样，但是他动作啊还是很诚实的，总体上就是满嘴跑火车，但是身体很诚实。美国表示19架美国 B2 轰炸机将与 F-35、F-22 和最新型号的 F-16一起参加即将到来的打击伊朗行动。美国计划在1周内摧毁伊朗的全部海军防空和地面作战能力。4架 B-52H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在过去24小时内从美国起飞，前往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最近一次飞行涉及2架 B-52，有2架 KC-135加油机和1架 KC-46A 飞马加油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援。巴林连夜进行紧急警报系统测试。巴林是美国海军巴林基地的所在地，该基地驻扎美国第5舰队和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如果伊朗和美国之间爆发战争，巴林预计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伊朗周边天空已出现不明飞行物。随着美军各种大杀器集结到位，中东大战已进入到最后的读秒阶段。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关闭了民用应答器，进入到了幽灵模式。这是美军进入高危环境下的标准操作程序。过去24小时，美国空军自场完成了大规模的调动，这表明五角大楼很可能已批准了对波斯的军事行动。这个最近网上有很多视频，对吧？就是林肯号航母上面开始这个补充各种物资啊，直升机往上吊东西的吧？这个视频而且就在波斯湾啊，这个就是给伊朗一个震慑压力啊。根据美方所放出的最新卫星图像与军事动态显示，美军已完成过去几年在波斯湾地区最大规模海上兵力集结，这是史上最大的规模。粗略评估目前美军在海湾地区部署的总兵力已激增至5万人，而特朗普可能采取的攻击行动方案包含斩首行动、轰炸核设施在内的5大剧本，就5个方案让特朗普选，目标直指伊朗核能力与伊斯兰革命卫队。由于担心遭伊朗导弹报复，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海湾国家已明确禁止美军使用本国领土发起攻击，这就意味着美军的战略重心只能全面转向海上平台，通过航母、驱逐舰或水下潜艇展开攻势。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中东海域部署的海上兵力方面，包括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与多达6艘导弹驱逐舰在内10艘水面作战舰艇已在预定攻击位置就绪。不过这仅仅是水面上的军舰，或者说是大家能够公开看到的美军海上的军事力量。更令军事专家们关注的是美军水下潜艇的部署动态。根据评估美国海军已将具备隐蔽打击能力的俄亥俄级核潜艇部署入深海，但具体是几艘目前尚不清楚，而且中东国家也不具备侦察水下潜艇的军事能力。但一艘俄亥俄级核潜艇单舰就可携带154枚战斧巡航导弹，这简直就是个火药库随时可以加入美军从海上发起的攻击，对伊朗展开多波次点穴式打击。至于说特朗普面前摆着几种方案，这个咱就不聊了，因为这个特朗普都会变。特朗普还说了这些方案是不会告诉中东的那些盟友，也就是怎么打、什么时候打、打成什么样，都是看特朗普到时候叫一念之间。这个华尔街日报说美军有能力对伊朗实施有限打击，但目前尚未准备好执行特朗普所谋求的大规模决定性行动，近期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低。该报指出说小规模打击可快
快速实施，但若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则需要更强大的防空系统来保护以色列以及美国在当地的设施。报道同时也强调华盛顿方面正在整个中东地区继续部署额外的爱国者和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以应对大规模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导弹密集反击。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周日表示周五在与伊朗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和以色列高级将领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会谈。官员们没有提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将军和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扎米尔之间闭门讨论的细节，此前也没有报道过这次会议。也就是美以之间那是在军事方面密切互动，双方怎么配合的吧，怎么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不希望伊朗重蹈利比亚的覆辙，这个还是在这个恐吓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呢。你看一看卡扎菲的下场。随着这个中东局势不断升温，各国加紧展开斡旋，土耳其甚至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根据英媒中东之眼报道，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透露，为管控人道主义危机与安全风险，土耳其计划在靠近伊朗边境建立缓冲区，以阻止大规模难民涌入本国。土耳其与伊朗的边境线长约560公里，土方也就是土耳其估算，如果伊朗遭受大规模打击，可能将有100万名难民涌向土耳其接壤的边境地区。除土耳其以外，埃及、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也在美伊之间传递信息，力求缓和局势。这就是土耳其为什么这么紧张的原因你说哪个国家也受不了这么多难民那要吃的，对吧？要喝的，要睡那整个的那个治安状况就急剧恶化，人道主义危机随之而来。我们再看看这个伊朗裔的美国人向特朗普政府请战，愿为波斯民众牺牲。大家看视频This is a formal request to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ecretary Hicks, and Secretary Rubio. Persian American here, Iranian American. And I'm ready for deployment. I know there are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think like me. So please allow us to form a battalion or a brigade and attack the Islamic regime, get deployed in Iran, and help Iranians fight this evil Islamic regime once and for all. The same Islamic regime that'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of thousands of Americans. The same Islamic regime that just committed a massacre, a genocide, a democide against Iranians. They say more than 45,000 innocent Iranians are dead. Children, men, women. It's time for us to go in, sir. You promised Iranians, you said, if they execute protesters, you're gonna go in and hit them hard. But they just did that. Instead of putting people in the same fake trials that they've been doing for the past 47 years, they just massacred them by hundreds in detention centers. Sir, it's about time to end this evil Shia demonic Islamic regime once and for all. The same way you attack Nigeria and help Nigerian Christians, it's time to do the same thing for Iran. And even more, because this is a universal evil that took form as the evil Islamic regime in Iran. Sir, I know the urban structure of Tehran. I know Tehran. I grew up over there. I can help you. Just give us weapons, tech support, minimal air support, and communication. That's all we need. I'm either gonna die over there, fighting against the evil Islamic regime, just like tens of thousands of Iranians who just died, and my body will be mutilated by these demons, or my body will get returned home in our beautiful Star-Spangled Banner, or I'm gonna help Iranians free Iran from this Islamic regime. Either way, it will be my honor to serve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attack and help destroy the Islamic regime in Iran. And I'm ready to give all my life for this. This is a formal request. God bless America. God bless our president. God bless Iran. And God bless all the Iranians who died fighting against the Islamic regime and all the Iranians who are still fighting to this day, unarmed, against these demons. Iran will be free soon. Make Iran great again. 这个我想很多在海外的这个伊朗裔的无论是美国人还是欧洲人总之这里面不乏有一些对吧这个积极分子愿意去解救这个伊朗的老百姓他们愿意组成这个地面部队。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特朗普最好不要陷入伊朗的地面战。如果一旦陷入伊朗的地面战那就中了普京的奸计。所谓的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对吧？事情要一件一件的办，不能操之过急。
空袭是可以的啊，特种部队行动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陷入地面战。一旦陷入地面战，实际上是在帮普京啊分担他的压力。特朗普说啊，将与古巴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与古巴进行对话，并称我认为我们将与古巴达成一项协议。特朗普说，美方正在与古巴方面接触，包括古巴最高人士，以观察事态发展。确实啊，就是说如果一旦对伊朗动手，那伊朗真的是鱼死网破，他要封锁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对吧？哪怕是封锁1个月、2个月，那国际油价就会飙升。如果这个时候啊，古巴、委内瑞拉这些你还没搞定的话，那特朗普就叫贪多嚼不烂，对吧？这些地方同时出事，那就是正中普京的下怀。哎，你这个全球油价飙涨，就被迫啊不得不从俄罗斯购买石油，这个账好算吧？所以特朗普不能按下葫芦起了瓢啊，所以他先把这个后院啊，古巴、委内瑞拉要搞踏实了，这样的话来对冲啊伊朗的这个封锁霍尔木斯海峡造成的这个油价飙升这种风险，让国际油价处于一个稳定啊，这样俄罗斯啊在这一块他就占不到便宜，最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啊，毕竟啊，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这个政治顾问拉尼贾尼吧，他已经去了见了普京了，普京给他说了什么，对吧？怂恿鼓励他什么不知道。总之啊，这个伊朗的局势啊，下一步怎么发展，咱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